团队，包里边发现了一个硬盘。都是一些文物图片，唐代的一些铜镜啊、泥陶啊、三彩啊，各种角度，几百几千件，很多很多。哎，玉莲，过来看看。这一看就是墓了嘛，墓室后头那些壁画，一看就是在墓室拍的。就是盗墓的现场呀，那些嫌疑人正拿着头灯正在那儿拆解呢，这肯定是一个大墓，而且这帮人是正在盗，这是一个大案。彩绘非常艳丽，雕刻非常精美，那个壁画很精彩画的，主要是一个游猎图，大的帐篷，仪仗队，就一个空墓子，壁画很多，不是一般人的墓啊。他那个背景的壁画与我们当时05年6月30号省考古院的专家在长安勘察一个被盗墓子的现场极其相似。